各位好，周星馳嘅《功夫女足》喺內地上映1個月之後，上個星期終於喺香港正式公映。今日我哋就收集一下香港人對呢套戲嘅真實口碑。先講票房，呢套戲喺內地收咗超過22億人民幣，穩居今年暑期檔首位。票房好靚，但係票房靚唔代表口碑靚。喺豆瓣呢套戲只有尷尷尬尬嘅6.4分。好多內地觀眾自己都唔買賬，留言話江郎才盡嘅平庸之作，支持星爺先買飛，睇完尷尬死。咁香港人呢？香港觀眾嘅第一反應係一個字：嬲。點解？因為呢套戲冇粵語版。周星馳一個由香港出身、靠粵語喜劇起家嘅人，而家連粵語配音都懶得做。評論人馮睎乾講得好直白。呢套戲兜口兜面咁話俾香港人知，目標觀眾唔係你。香港觀眾嘅心態，用馮睎乾嘅比喻最貼切。食開魚翅嘅人唔會因為你本地靚粉絲比街頭另一檔好食少少，就心滿意足收貨。星爺嘅國產007、唐伯虎點秋香、九品芝麻官，套套喺豆瓣都係8.5分以上。而家呢套6.4，嗰種落差就係香港觀眾失望嘅根源。馮睎乾仲提出一個好尖銳嘅睇法，佢懷疑《功夫女足》根本唔係拍俾觀眾睇，而係拍俾官睇嘅，係周星馳要交嘅功課或者保護費。佢嘅論據係星爺另一套《美人如意》已經殺青多年，因為涉嫌宣揚迷信，遲遲攞唔到批文。喺咁嘅生態之下，星爺仲邊敢創新，只能夠拍最安全、最政治正確嘅功夫同埋西遊題材。不過並唔係所有香港人都一面倒踩呢套戲。有一篇喺香港網上流傳得好廣嘅影評，作者雋言提出咗一個完全相反嘅角度。佢話呢套戲對追求感官刺激嘅人嚟講，或者會失望。但係如果你係一個睇住星爺電影長大嘅香港人，呢套戲係一場必須負嘅私密之約。佢嘅解讀咧好有趣嘅，佢話電影入邊支球隊叫峨眉，唔係峨眉山。零零玉潭水，影見峨眉月。峨眉即係月，月嘅陰晴圓缺，刻畫嘅係時間嘅流逝。呢支球隊踢嘅根本唔係足球，係周星馳自己嘅歲月。佢將成套戲解讀成周星馳同自己過去嘅4場仗，同完美主義嘅鬥爭，同名利場嘅和解，同背叛嘅釋懷，同衰老嘅對話。佢嘅結論係呢套係大人睇唔明，細路笑得好開心嘅童話。兩種講法，邊個啱？可能兩個都啱。香港觀眾對星爺嘅感情本身就係矛盾嘅，又愛又恨。愛嘅係佢曾經帶俾我哋嘅歡笑，恨嘅係嗰個俊采星馳嘅香港，同埋嗰個創意爆棚嘅星爺，都已經隨住歲月一去不返。馮睎乾嗰篇文章嘅標題講出咗好多香港人嘅心聲。香港不再星馳。歡迎點讚同埋 subscribe，我哋下集再見。